貴州先可以見到最新嘅世界第一高橋。如果擺喺香港係咁樣，連橋塔一齊計，高度甚至同人類最高建築可以比肩。當然，今次旅程唔止咁少，你會見到1年1度嘅地球彩帶、世界最大天然杜鵑花海，同全球最大連片茶海、微潭茶海，仲有眾多明星推薦必去嘅烏江寨國際旅遊度假區。中國同亞洲第一大瀑布姐妹花、赤水大瀑布同黃果樹瀑布，仲有亞洲第一長溶洞，目前已探明長度439.7公里，係世界最長的白雲岩洞穴，世界最大的天青石洞穴。我哋還會探訪當地學校，為學生送上溫暖愛心。今次會同你一齊出發，一次過體驗咁多世界第一，千祈唔好錯過。約上3、5知己，快啲報名啦！